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通马》嘅，我係劉飛珍。今日現場有請到非常特別嘅來賓，係位資深嘅新聞工作者何來明先生。何先生，係咪老觀眾朋友問候一下？主持人好，各位聽眾大家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何來明。今日在節目中我來特別介紹嘅係兩本何先生嘅寫嘅新書，相依一名我蠻神奇哦，係位老醫生車春梅先生嘅回憶錄。係咪請何先生先同大家分享，你樣辦法想到我來寫按有型按神奇嘅一個主題？因為我想人生啊，我識到幾百歲蠻簡單。車春梅先生佢97歲，不但係行醫哦。嗰hand團飲食哦，我做一種精神可能做，喺台灣嚟講嗬，前多啲人，嗰個講難聽，很難聽嘅嘛，嘅行業執照嗬，喺日本統治台灣間，日本嘅末代總督哦，安藤利吉哦，發本記嘅，光復日本嘅發本記，所以我想台灣人講。行醫講執咗係用日本人發嘅，因為台灣可能都蠻記哦。所以我想我寫住個一單嘢係搭傳奇人物。嗰個也人講客家莊咪啲講做嘢浪漫台山線嘅。因為也車春梅醫生、安老醫生係啲行醫，也都係客家人嘅精神。因為佢喺台山線哦，親美麗嘅人文風景哦，所以我就想嚟寫嘅。我想講到呢邊嗬，可能愛老觀眾朋友了嘅補充先講一下背景啦嗬。也車醫生今年92歲，佢目前喺到苗栗公館呢邊來做醫生。因為他提到佢嘅就係日本時代拿到嘅，看見年紀就低啦嗬。想咧係一個背景先俾觀眾朋友來了解。啥來你想何先生講，因為你了第一個你按神奇啊，跟你開始寫嘅時，你係用乜嘅方式？來開始來寫來完成呢本書。喺按去年家哦，苗栗啲動有名嘅畫家哦，莊秋台先生。莊秋台先生佢喺呀車春梅先生嘅表弟哦，佢兩個阿妹係姊妹嘅哦。因為莊高莊佢動用人文氣質嘅人哦，因為講呀車春梅安尼對於地方嘅鄉保樣嘅，所以講去年佢就發通嘅地方人士呢，就嚟派到演歌會嗬。幹部嘅呢，就去年的11月18號，判30種作，用西文西草哦，西文西草，大概吃飯完以後呢，大概就嚟群眾演歌哦，唱一道安尼客家安尼古書嚟表演，包括人家講嘅阿濤哥嗬，個嘢嘛嘅張秀梅老師嗬，全部都表演。我幹部我看那個動感動過係哦。公關人員我要按你吃東吃飯，為咗老醫生嚟慶祝嗬，我都把我也按你基本嘅感想啦，我就是破我嘅 FB 裏邊嗬。一個同類人講，何來明，你做公關人咩？人退休閒咩？我冇同人老醫生嚟寫回憶錄啦。但是我想老醫生我難寫嘛嗬，不過人家講呢，喺部我都問嘅當時嘅。同老醫師當好嘅彭永明先生哦，佢同佢好似忘年之交樣。佢講好愛啊，老醫生當期待啊嗬。嗰個同老醫生咧叫西郎哦，西郎以前佢到阿根廷也開過傳堂，也都苗栗咧苗球場附近咧嗬，開啊鄉野客家料理嘅。佢咪當時講，哎呀，你記唔記同阿聰明落嚟寫個回憶錄啊？當翻譯嗬。所以我因為講，既然這間公關人咪嗬，咁唔做咩人嚟做咯？係都開始嗌晒都冇乜嘢人嚟做，新聞記者他自己嘛，我都打了眼網啦，我做咗採訪啊。咁樣嘅好像你採訪車醫師嘅時間，我看醫書地圖，你係將行排幾行幾條過，去行過嘅素材係嗎？有我佢係寫完了以後，寫完了以後，我其實咧我一本書差唔多，去年4月就開始訪問，我今年6月就寫好，寫好有一個叫講行過一條叫行醫路線咩，佢做隻隔壁隻連沙，或者整鳳園告狀，以前嘅福建吉高告狀，佢當一線哦，嗰日因為車春梅先生咧，佢做福建吉高甲狀肺臟啊，做31年，從來做到熟練啦，可能冇遇過甲狀肺臟專叫，佢告狀講老醫生，我帶你嚟特別行業路線嗬，包括乜個感染書下、發源師啊，乜個出房行啊嗬，乜個實驗分析啊，乜個本地喎啊嗬，
还有人都填意啊，哦，填意啊，还有人现在呢，叫做史坦的专业分析啊，连台式啊，哦，基本去做到门关的嘞，佢讲没介入冇开放。但是家长伫做生，你讲哦，唔係春梅先生啊。哦，所以。剛才講春梅先生來拍開放，都要開放。所以基本要好得春梅先生嗬，他講咗太門開放，當然要了啦。哦，結果春梅先生講，要來面啊，哦，也乜青面山，也仙山嗬，也安弄乜個，也安水面，也安弄乜個，乜個文水海嗬，佢乜個山角咯。就去講，講我特別用行義咯，結果特別真正就按照行義哦，用行嘅用行嘅哦，特別查蠻方便。伊講，有啲位都騎火把哦，佢把行到3點鐘哦，個有時佢把抽一仙龍，一仙龍你是抽過嗎？仙龍當過就一條嘅，一條仙一條獸，佢不一條龍嘅嗬，即刻按來哦，按來哦。哦，就基本藝術家佢喺邊依發現是一個講到一頭嘅藏書一個，特別嚟行義家，70年前嘅係細記嘅，也2、3年南嘅嘢。係啊，好似講到呢套我有印象，書底都叫小個講去到山啦，看下伊講，有幾片伊看得到嘅，我條我行過咧。就行義地方。可見伊嘅愛用伊嘅地方上長期愛用。做醫生確實風險一大啦，嗬。而且先轉到如果以下也書嘅方法，我去甲作為就讀者，我感覺挺神奇嘅所在。如果一般人講回憶錄，可能就要去專注本身，佢講伊嘅生平用研討嘅方式要寫下來。不過你兩本書嘅寫法，像了冇夠用。老太太介紹一下，你別出心裁嘅殺嘅黑馬街。冇錯，因為春梅先生啊，佢都喺度三面上，三面上做客家人嘅開墾是特別當出名嘅，因為三面上喺1817年哦，吳林芳嗬，吳林芳佢帶一群人去開墾啊三面上，哦，三面上嘅故事啊。包括天陽，也張毅哦，也是寫作啲年哦，包括天陽，後邊也有包括電視劇哦。各位老師講，三面上因為佢除了喺客家人可以見的一啲地方，嗰個人文色彩十分強烈哦，所以三面上出很多強人，嗰有很多天在地邊，哦，三面上樣講咯。1911年嘅新太年嘅改拓，佢作為特別嘅地方，我哋強中切殺龍形啊，佢作個題目改變的。就裏面做開學嘅。對，做開的，佢作個70分嘅用者話比大嘅啦，嗬。嗰位你睇1935年關頭上太鐵桶。佢都三面上都佢嘅地震誕辰代哦，所以三面上基本寫了8個位哦，所以十分的悲慘。嗰時候好像你在寫兩本回憶錄嘅時候，你喺度講下一個地方嘅人文歷史，同人文歷史加天在地邊加人文，包括三面上以前係冇啲字體版嘅翻譯體，字體版哦，字體版都跟你講南版女裝樣嘅好多是富人家中嘅產家嘛。所以我因為佢有人文叫在開，嗰佢要開墾，所以講特別客家人要開墾都一擺上去啊，義結金蘭嘅哦，所以夾嘅三面上嘅夾信仰中心都係開熱料，開熱料佢擺咗廣告，哦，他講喺度一大素材，喺度開墾素材，他講同心合力嘅哦，所以我就想透過人，因為我以前都未去做記者，做23年，喺幫人調台北做10年，所以我對我這個家鄉我哋是十分了解，而且三面上以前我係寫一道，包括三面上嘅愛情故事啊，哦，包括嘅特別太鐵同卡有隻細阿哥嘅很多陳德坤啊，叫太鐵同嘅時本人看其實係從日本結果啊，但是你只能要加唔啲啦，但是講故事呢，後邊啊，日本人呢。拍成天樣，係變啲高口書嗬。加上而家通用係車春梅同嘛，所以我都希望講透過車春梅嘅記錄，除了談而講嘅一些人行業過程以外咧，另外就向下嚟年代度寫，三面上嗬，也100年來嘅歷史，哦，一種歷史度，我都因為講喺接對也爭議嘅幾本年啦，嗬，講可能喺光復以來，後期嘅
几只生活上嘅故事啊，加落去啊。嘿，我哋按樣了小可整理一下啦吼。睇我學生按樣講嘅，就第一個，車出門醫生佢有經過一隻天堂嘅時代，經過日本時代個戰後多了下90歲嚟行在做醫生，佢等於一隻時代嘅見證，對台灣一個公共醫療呢方面歷史，也係一隻就講佢起家係一隻經歷者。加油！要本書，就看到台灣的一個面向。啊，第一個面向，主頭啊，後來面先講，因為社會上有按豐富的人文，甚至幫你變到聽到嘅文本，佢講到有相關嘅天樣，還有人他冇講到李橋老師嘅《寒鴉三部曲》，一開頭也係對社會上個出發嚇。彭亞強佢劉亞漢佢說呢一本書確實在綜合有非常多按樣形象人文方面嘅線索，唔過呢，係加油車出門呢位先生來講呢個故事啦。因為佢幾百歲嘅嘢嘛，佢都係追溯以前嘅年代嘛，所以講從車出門跳中年嘛，人都知道。生活上幾百公年嘅歷史嘅，唔單止一件現實，因為佢細細談到睇埋亞光亞捧場哦，我要理解呢邊啊。哦，非常感謝何先生作為嘅公關人員，用以發展上嚟記錄佢公關一位90歲嘅老醫生嗬。啊，如果一位醫生車出門佢精彩嘅人生故事，等下在下一段節目再過來詳細同大家講。你下先歇佢一下啊。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現場有請到侯來明先生來分享佢嘅新書《相依車出門醫生嘅回憶錄》。侯先生，呢本書嗬，唐希兒先來講，你寫嘅時間冇講非常長，你就要發到完成，盤按樣一本。你個過程中有讀到乜個困難呢？乜個影響下層面事情嗎？雖然講我寫一本書，但寫了半年的時間，但是因為我一史料嘅書寫嗬，係可能花幾十年，因為我都公關台，所以當到東西我一定係要啲間，要當到史料嗬。就你哋講做新聞記者嘅人，就講時間性當重要，講我也要做馬事情當緊事嘅人，所以我喺訪問一老醫生家下，那啲講啊。網上都講按辛苦嘅老醫生，我喺訪問而家，我有年我9點半都做假語言咧。你講按部頭9點？咩就是9點半，9點半嚟去咯。結果冇法訪問，一下又騙人啦。完了以後，我講出門時常有喊嘛，又幫我訪，一下又罵人淹死。我講出門時常我冇法訪問，你我按冇喊咯。我講按不頭嚟訪問，又按不頭我咩黑白冇喊咯。我講冇有時常欠喊咯。就我當初先行，我講老人家，我所以當初就講我冇所以當初就講。個要講我都講，而家7-11啦，24小時待命。還有全年都冇結婚。所以我都有，喺不我都當初就要訪問。但係後來剛我而家都很甜，就壓時間，差唔多玩嘅11月底、12月開始好咧。佢哋佢都夾做下嘅現狀重電。電爐啊，安尼配電哦，他們可以水夫棍啊，因為看到老人家，因為唔敢去朝向，佢護士小姐在內面就講，老醫生講啊，講冇老醫生必須下，但是他把佢想以後，想我來訪問一點，騙人又來，又陰陽師誒，所以我可能我一訪問一拍有60-70敗以上，他把訪問10分鐘，他把根本冇訪問，他把訪問到5分鐘，千難點訪問到1點鐘，但是我有時候老人家take care，take care 我有時候講我1點鐘攝數蠻多，因為我寫老師嚟講，我今日訪問埋我成整理出打天龍都當問題嘅所以我有辦法講，我出門時陣我按辛苦咯，佢講佢個曾經1年啦，佢驗屍啊5-6位啊，千年就有體格，就有形狀，我講按乜貼貼。我佢存咗1公斤嘅嘛，佢存咗42公斤啊！按超因為佢嗰陣因為佢養人講骨質疏鬆佢打一骨髓嚟，牙齒又痛，變得嘢食東西又唔得，超咗43公斤。我講我講唔做乜按做，我講出嚟幫太辛苦咧。佢講唔係，佢講俾人拜託多，當到人過世嘅嘢安尼個冇飲食啊，嘅喪家冇辦法辦後事，嘅殯葬業就冇辦法辦後事，叫我喺俾人幫忙。講一當到後生人啊，後生嘅意思唔願意飲食啊，我都俾人拜託。如果我接上我填飲食啊，
可能硕士人，伊包帮系凤凰，我都包出伊啊。有错。嗰可能窮苦人，我咩無拿哦。所以講，因為我按嚟就做工地用啊。我講當然飲看事業唔好講誒，就唔會啊。如果我飲咩，但是邊個係好少？因為飲幾隻個邊個係攞嘅嗬，就每年人啊常常攞嘅嗬，一盡攞價格當慈祥。如果我飲過104C、105C、106C千攞，結果今年我都飲到106C，結果都係牙白，嗰啲好妖貴啊，牙白嗬，我面試邊要是，結果一好妖貴哦，一成年哦，結果106C還會多，沒有向項目必須。哇！所以講唔是假。從車廠我而家啲心情係都上到日本嘅天涯。一個那個送行者禮儀師的業障啊，哈，當時佢寫得化妝師咧，哈，應該係同私人化妝唔美好嘛，佢喺度行業冇嘢做，但係幾陣人佢係咪同私人化妝化咧，比較有感情啊，哦，所以，比如我看得懂咁多，我所以因為講，所以係差意思啊，佢雖然係團飲師，佢心情同禮儀師業障係因為同樣，所以我講佢年頭啊，哈。送行咋？好似你啱講嗬，實際講冇簡單。作為一個裝下嘅醫生嗬，我看書啲都有寫到講，雖然佢全能嘅啦，內科、外科、婦人家嘅、產科、生理嘅，全部都包。然後甚至講要嘅人物轉落過嚟，然後一種飲食。佢用一個醫生嗬，佢個養生啊，佢個皮哦，然後咪來轉到好聽醫師咧，佢聽本身。來講一下幾樣辦法來開始做醫生，然後也故事分享俾觀眾。因為車醫師啊，有較苦嘅天龍嘅，佢天龍加日本時代天龍，佢太正11年，即1921年出世家，我較苦到天龍，家婆呢，家婆係親郎嚟為嘅婦人家，當然大家狀況啊有兩太世家，有啲起伏，有啲沉浮嗬，有兩個妹就被家婆吐啊，所以有陣嘅陳建妹啊，嗬，就本也車春妹吐啦。陳建妹是在那，車春妹嘅阿婆，車春妹阿婆吐啦，嗬，吐啦。所以呢，佢啦陳建妹呢，當睇下車春妹80年，但是因為佢係阿婆阿妹樣乾媽樣嘅，所以佢都係阿姑，係建妹姑啦。建妹姑呢，佢日本時代佢兩姊妹都日本時代婦士學校畢業，兩姊妹一齊做，假如冇有啲陳產妹，叫啲陳建妹，一齊都呀屏東做護士，伊咧都過去做護士。佢陳建妹看，我奶媽嘅孫咧嗬，小學個朋友，按4集啊嗬，種馬當好呢。家到嘅車春妹要得18兄弟，按車動我話，14年啦，家苗栗嘅茶票啊，都屏東係2個人，佢都幾5個人來哦。佢陳建妹幾5個人伴車春妹講，2兄弟啊賣茶票來。屏東阿姑啊，帶伊學做牙齒，所以佢兩兄弟都賣茶票去屏東做學，我都種齒科做學牙齒，做齒模嘅。就等於講自己行業替鋪路，就係做你嘅個學徒啦。學徒也替鋪啦嗬，但係咧佢做可能做牙齒冇興趣，可能要商務卡，兩兄弟要下轉來。要啲屏東轉。下轉來，但是也陳建妹家咧，家己讀於書院，佢喺當時個入乜生意唔嚟做，又唔做，但係啲生意玩錢咩？都條講，一係唔係出間老妹啊，嗬，咪聽住送嘢嗬，啲貨茶真係送嘢。那面咧，車春妹轉來以後咧。冇頭冇路嘛，啲就會夾田頭架，或者持天頭架，持天頭以前做過公幹就撞，一盤都做過撞，持天頭做也人啲法語嘅，持之用嘅阿公啦。哦，就稍微上，那一隻太架做起伏，起伏，佢持天頭搞下做會計秘書，但年多嘅咩？佢車春妹冇頭冇，都夾前秘書聽數，佢持天頭可能車春妹100萬，嗬，咁講，按好啦。那你也沒辦法嗬，人高鐵以後呢，我哋介紹以竹草東，公幹上哦，我哋講有鐵嘅事業，竹草東係喺先做婦科人嗬，亦可以咧長生診所，佢都嗰邊做藥童。古時候做一天嘅成去做牙齒科，無興趣轉來，天嘅判做只跳到西醫，開始做藥，但係佢做一步，差唔多做他們1年啊嘛嗬。
有想哎，很辛苦，我考医生，20岁才考得哦。咁以前，老观众朋友讲一下，听出嘛虽然经过按多事情，不过记得当19岁还蛮容易对对对，咁就想啊，一定考醫生慢嘅。20歲當咗嚟考。嗰叫上，哎呀，按做得好。咁3年上嘅副票要就按出房行咪，出房行做人台灣第一口有錢啊！佢講係講來要通幾多嘛，果子啊嘛係嗬，或者講咧係要做你這條路，要生條飛沙都嚟做咩？當好咪嗬，當他係當師傅行咗咪，咁入尾都到8個月。咁100年前做工，一工人都4角哦，入尾咁創到8個月，就比通馬好講嘅，你通嘅假醫上過，幾假醫上過拖一年，拖一年呢實際當好，但是入尾8個月發的，但已經按拖一沒辦法，要多咗嚟叫排泄依個足球動，要喺邊做呢？要學你嘛，要做要苗栗咧，同佢廖家良嗬，廖家良亦都學研課。學研課，但是學研課喺冇差唔多2-3單嘢嚟做到樣咧，加橋，我哋5年醫哦，5年醫亦都加新竹嗬，佢有岩田醫嘅，加住日本方面化以後就改到岩田醫啦，加到樣咧，本來加一隻阿橋啊，蘇巴阿橋啊，嗰5年橋啊，本來都有5年醫嘅。做處數，但係5年橋喺嗰靠到執政位，被派到海南島做軍醫，俾你看唔到處數咩？佢都想車春冇開到按多年嚟咩？嗬，就搶佢過來，就搶佢啲阿橋去做，所以佢聽阿橋聽嘅4年班，就同阿橋學青島，跟住阿橋嘅教育動法，跟住做新竹組嘅協議飛年，嗰間醫院一下規則嘅新竹組嘅養，所以人物嘅命案物嘅飲食嘅。人講嘅主套醫院樣啦嗬，所以佢今年嚟幾多年就學青島，佢不但學到呢，佢一下都聽下求嘅時間㗎，佢通過一種考試嘅，佢必須通過，過聽1年嗬，佢要嘅數科佢要過，嗰佢同佢求學過程之中呢，佢同一隻按照彭江戲嘅嗬。家醫院都婦產科醫院佢要同佢彭江戲學婦產科，家係要當嘅主理醫院嗬，佢要同佢學外科，所以佢會次科，就佢會一般嘅內科，佢會眼科，佢會婦科，佢嗰家佢會外科當條，嗰佢會飲食，所以佢變得你當樣都會咩？係好像講到兩位哈，聊了觀眾朋友小可整理一下啦哈。日本時台灣醫生嘅養成，除非你考到那個台北唯一間那個醫學校，冇嘅話就會像什麼一樣，佢係做學徒制，經過非常辛苦嘅過程之中，對實際做中學，然後將你都經過日本人民政府嘅那個考試，將都會拿到證照，了考試係有筆試。個數科兩項都要爭對，一係因為一種醫學嘅學習嘅貫通唔係按簡單，唔係大家都會知你都會考到好高。故說台灣人之間相互一種人際脈絡，都聽從要，下種話都係聽考嘅你嘅，佢經過按到朋友親戚介紹，但有一粒機會講，大家考佢都要交跳到啦嗬。下來後都有關一個車醫師嘅。考到醫生嘅時候，實際上佢輕後生，好冇？等等，隨便就經過了一個時代嘅變化，日本時代就結束啦。印象中佢考到醫生之後嘅時間，差唔多就係在揾嘅。叫做光復前年考。係，都光復前年考到，喺度當拿到，叫我等等做光復，叫一光復啊，看書底都也有寫到台灣一個公共醫療方面、支出各方面都有聽到嘅變化。對一個剛開始醫生生涯嘅後生醫生來講，佢起家遇到一道嘅挑戰啦、困難啦，嗬。我想呢一段部分呢，就等下一段張國強後先生啦，大家詳細來介紹。歡迎轉到真相通馬嘅節目，今日現場有請到何來梅先生啦，大家分享佢一本聽出門醫生嘅回憶了。何先生頭下講到那個
且以前佢天神期佢都好喺睇一時代嘅轉彎嘛吼，佢非常後生，伊些人生靠到這嘅時間。我印象中佢係像係日本時代最尾一隻中毒，在那個最尾一年發這文記，殺後來就成日就建議那個中華民國時代了哦。那看下書裡都有提到講，佢中華現象嘅回憶啊，嗱時代變化過程，日本時代嘅醫療嘅嗰種制度，然後真係確實有冇相同，啊也有啲日本時代就有控制好嘅片，叫我都真係出奇，點都講。要在民間來流行，有關呢個時代變化過程，呢個挺精彩，係咪想何先生老大家介紹一下？陳美羅醫師啊，佢喺1944年吼，家己都考到執照嘅，先於馬偕醫院受訓半年，半年而過就講1945年就光復建年5月31日，家己都被派到一福建啊，到一診療所嘅主任，家族可能戰爭冇去哦。冇機會都睇冇機會日本都投降以後呢，佢喺人講嘅安藤利吉啊，治台最後一天哈，佢當發本嘅執照，執照以後佢馬上都開始都要復帰呢，因為當時也所謂嘅一種嘅考試級別嘅人哈，人講hand鐵概念而哦，就講制度上有規定，規定一種出這個人一定要偏向開，所以佢開向嘅地方就有下人講，hand鐵都復期開，所以佢種復期一出開到也74年，佢冇曬位哦。加上呢，因為一光復加人日本時代雖然講了戰亂了，但日本的醫療樣都比中國特別好。日本家對人瘧疾啦、天花啦、拍喉啦、狂犬病啦，也就全部但是錯亂，但是控制到嘅。但是冇想到呢，他一光復以後呢，當到太平洋過了台灣，佢光跳到檢疫我做黨哦，反正呢。連個公告樣都發現架起好幾次嘅嘛天花，全部如果按省嚟睇喎，如果冇，所以一測出來就說你都落可能有你按嚟嗬，結果按到你讀到半年喎，結果按到火柴彈讀到咩尿哦，結果俾你被車到咧，所以呢都得晒都打疫苗，佢發現到量係按嚟持續。所以迄個天花被控制到，嗰一狂犬病，佢冇是看過狂犬病，但你佢書裡冇有看過。有看過書當下。如果狂犬病嘅人哈，佢個水佢都緊準啦。空水症。空水症，叫有你嘅聲音再緊準啦，就對，就啲係唔解露台啊，有平時講狂犬病冇藥醫嗬，咁好好必須嗬，係咪叫嚴多？你是看過3章嘅狂犬病。哇哦！嗰樣你家嗬。佢有真係拍後當樣數，佢拍光復嗰個佢話2-3年啊嘛咧，做到過年。陳梅先生係佢阿啲叫啲小嗜好，佢喜歡人講打40牌，而家有咩過年時候就打40牌，問啲喐試探上2-3年，把啲生意嚟靠家門，一看生意拍後，2歲啦，佢真係後人團拍嘅，佢要準備2罐血清，佢馬上都。佢煮血清，其實一上煮好講一片人將牙醫帶個客戶當帶上以後，一上個歲末，連天講有人旁門，要來嘅，佢前幾龍啊，要8個生人，一開咗一百係，佢哋就醫院咧2個啲血清就用起嚟，佢冇血清用嗰陣咯，佢一睇做呢，佢含強鞭茶，用送嘅嗬，軌道強鞭茶，佢哋係咩講的，馬上送到公館健康，所以公館啲醫院冇建議。佢苗栗一冇建議，喺波當到苗栗嘅衛生嘢，也我哋衛生局，但拿到一罐夾咗啦，別煮落去，結果就話100個人很甜嗬，但係100個人係因為個人生啊，清代100個人，係叫佢3年，所以佢從此個人也冇了嘅，佢開始都冇了咧，我哋冇人都就叫人下仲要牙偏向，有啲天意乜嘢都講，睇本日本時代家慢有皮料一冇農藥農藥喺台灣光復以後，民國40年真有農藥，台灣也是40就掉價啊嘛，個有冇喺邊有農藥當防騙咩？佢出門先生佢咪講，佢咪叫到青島。農藥中毒嘅，好多農藥吃晒咧。叫種嘅人哋解毒劑啦，啲名係黑人記得嗬。叫
做落去马上记住会同团结啊。好，所以有的人呢唔相信佢，送太医院，好，因为按度抗验，抗验，所以佢随時間醫院一定要拍好佢疫苗佢準備片，個毒蛇血清，毒殺嗬，咩青島人不乜炸隻啦，乜拍毒殺好多，所以嘅殺血清佢咩隨時留低嚟，所以如果因為偏向咪，佢咪山地要做些田螺變好多當可能，所以佢救到青島本殺好多嘅，生農藥是晒咧。結果就親鼻慘咪係乜嘅，有件事情哦，有3年嘅生意嚟啊，喺度試探鹹水下哦，所以一般都冇啲幾耐喺度，但係其實生意嚟啊，但係看片行帶落邊看，啲生意啊，一些為些行冇行，佢都係條嚟嚟，但係別看伊講哦，做咩時候講緊拉唔好哦，但係生意嘢別看，你檢查佢天醫咋，喐白落佢講冇辦法，你連得兩紮生意兩紮都啱嘅。盲啲都鐵三扎嘅衝眼嘅，鐵三扎佢都唔敢爬落邊看咧。結果有年然後佢接到佢急救過來，一笪生意嘅阿爸，佢做咗山地杯啊，做山西啊，減咩演出，應該參錯嘅啊，悲從中嚟啊，分農藥啊，哎呦，佢都跳到眼藥按菜果按，連三紮生意嚟，所以佢急急。送出來一看哇，有種廿4年都冇人看過，就因為14年啊安尼，即因為人生茫茫安次，一被救到啦。所以講個春梅先生，像春梅安尼醫生啊，也總之這位醫生，都按台灣網友全民健保以前老實講，像車春梅安尼佢較考嘅人考到執照，咩青島冇人冇考到執照呢？特別青島民醫咩嗬，所以我因為我寫這個嗬，所以講。工作係公關都好啦嗬，雙福記係幾塊，幾執照，哈福記夾橋5年橋一執照，車動樂，都夾蘇巴路台，衝啊條衝啊變咗好嘢，佢冇執照，佢都塞唔上去，佢七架路台車春啦，粉煙，新基隆塊，新基隆塊，嗰日一百先至發表㗎嗬，有隻嗰啲駐軍倉，佢今年100歲嘅嗬，佢都嚟啦，佢都太湖水面塊。駐軍倉佢當啦，佢同車出面時講，我本來沒有執照嘅啊，我都因為戰爭轉嚟講，我執照跌退嚟，又冇法都補根本政府冇辦法補啊，因為時代嘅關係，所以佢都因為嘅民意啊，但是我因為都全民健保以前嗬，我因為幾多醫生嗬，不過有執照冇執照，我因為對地方嘅貢獻同大，特別人講你北太平嗬。那太醫院出嚟當官，冇得電視嘅啊。但是偏向嗰度醫師，只是講收費又較便宜，所以我啲就醫生冇水準慢過，但是也救咗青島人。所以請醫生安尼十分難得嘅。嘛，青島我自家看，還有好像聽人講嗬，我感覺聽間通主講，佢唔係普通嘅種醫生啊，佢唔單醫人。身上佢也疑心，因為佢老爺都騙人嘅關係，都隔表lin啥啊，那度熟事啊，都有關聯性啊，佢又同情又實在，我係感覺挺感動係兩隻部分啊，嘿。聽人講啊，苗栗地方發現你嘅田莊嗬，宋吉鎮嗬，家爸是咧92歲，家妹是咧100歲嘛，都長期都佢照顧嘅啊。佢講我爸看到出門先生就騙到好一班嘅，佢講啊聊天啊，佢幽默嗬，而各位老師講，一般嚟講，騙人都會行通唔騙嘅咩？一般醫生都會以年廿五卡咯，但是出門先生嗬，佢當時佢80歲以前還測視察，因為出診，還不會叫佢護士或者佢出診，而且也係要出診咧。你個出診嗬，可能有啲後生人唔啲係用吧。我有印象啊，雖然是阿公上次係有話冇爽快，要不有醫生講大家聽下本佢佢會來到屋卡來讓你看片，啊，請醫生係多了下樣人做。係做下咧，我連阿爸未中樣。係哦。阿爸咧身體冇好，就被煮到沙啊，可能因為你騙人從佢邊看佢了解人規則嘅騙錢樣，所以青島人都樂意係嗬。佢唔會上去睇醫院，咁一邊看咧。屬地都我講講，我聽講通好像有寫到，車春華醫生叫一個挺好嘅朋友，一個朋友到我轉去之前，給他最尾給他觀察，佢從頭去，攞佢做啥，攞佢打照顧，兩個
刘奎英啦，刘奎英童年。係呢段故事嚟說也非常感人。劉奎英，你要感童年的，因為劉奎英先生，因為佢童年同日生啊，佢差2點鐘年啦，所以佢呢，一劉奎英呢，佢出嚟佢做啲第二講，佢啲第二講也童年得有關片啊，但是佢唔敢講有關片。佢啊寫前深夜啦，還有加語言啦，比關片橋好多擺伊啊。但是看有橋多擺，差啲要跌到嘅那個背影啦嗬。唉，佢都偷單講，我童年冇好咧嗬。結果寫嘅過程呢個前一暗度啊，也劉奎英呢就來本來講再以陳默先生喺不卡咩。但是實在記得冇法行，陳默先生就下來看了以後呢，以前呢不也劉奎英先生問陳默先生講，童年。我喺講啱喎，陳默先生講咩唔好去簽約，就入面都硬拗嘅面床地擺啊，結果呢，也陳默先生轉一卡，冇2點鐘就過身了。所以佢對啊童年相知相惜啦，包括佢一搭來嘅童年奔馬添婚結婚也用阿姨，親到這個情同手足啦，包括佢。一邊佢夾片，佢服侍佢親好會騙人，但係佢多佢死以前佢係冇啲講到佢得嚟講啦，係嚟保護佢，係嚟關心佢。如果人家去朋友之間，這樣有法度做到安尼啦嗬，人家確實講，聽醫生也有非常多精彩嘅小故事哦，建議係要向觀眾朋友聽下一起兩本書來看，這樣有法度看下詳細哦。都下一段節目，剛剛繼續來分享，要書底度還有那啲其他神奇嘅素材。觀眾朋友分享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現場有請到何來明先生老太太介紹蔡春華醫師嘅故事吼。頭下談到呢個蔡醫師就講佢對20歲開始做醫生，到了90歲行出行醫，然後佢嘅性格，佢老一個騙人嘅關係，我感覺佢個性聽到有沒有一種嘅熱情，像有法都講一件事情做按長久。到目前還能繼續來做醫生。係咪像我好像觀眾朋友介紹一下，你看到嘅蔡醫生佢嘅個性係樣板，佢一個樣板嘅人。蔡醫生3年佢好親切嘅人佢好親切。佢細按佢，因為人細長嘅，但係佢動發跳，佢千萬教，佢媽都會教所以細都調皮嘅所以我講佢考過嘛佢考過。神風特工隊，日本是對陸軍飛行學校，佢考到啲用國咧飛行學校，佢開甲巴依呢依啲，結果考到時候佢要身家調查咩？結果乜甲巴入面冇啊，那依考咯，咁有乜我考咯？開甲巴入面見叫一個，你考安尼是輪下麼？也戰爭了，是別樣意思。假設萬國我做神風特工隊，自殺飛機冇安尼啦。我受呢個就日本嘅嘢。但係後尾最後面要調卡，所以身體調查冇過，所以佢冇依套。結果呢，佢通緝嘅一個頭份人，我哋莊彩監，海期我哋劉志芬，同路人兩個都戰死，其中劉志芬就用別樣嘅做軍監，安尼過世。所以佢做佢當調皮，即係從細慢學教，嗰佢慢呢，雖然做醫生，佢咩當好打40牌呢？嗰佢咩佢做醫生有年啊，就一嘛太傅啊，一天跌3戶跌3戶根本所以當我錢嘅，佢排泄轉都按照望天講地方都傳說講，要蔡春華先生前幾年嘅就差唔多就太傅俾人吃太久結果佢都排泄，喺背後佢哋健美股健美股喺背其實加半日本人咩其實佢做牙齒嘅佢喺度動劍咩，佢做咩個唐多以前故事當天就講要麼肢體咁度叫結果喺幫佢訪問嘅春華先生講，佢啱冇輸太多錢，唔敢講，咁冇我輸得1萬件個1萬件個，而當年咧。啲頭班人農業你講夾田2季當過得到1萬件個，佢輸得多錢啊！所以佢喺乜半呀？
一點樣個媽然後佢都改善嘅，嗰嘢好高，嗰嘢哦，20歲嘛，佢都考到80%，佢都要嗨呀呢，佢講我講踢咗四檢查，嗰佢叫我跳，嗰嘢好作誤嘅嗬，叫我要做好嘅，要做下工，乜嘢都好高，所以因為佢好高，所以佢當中試跳哦，所以喺嗰個廣告上我跳飛理事長，所以佢做跳理事長加廣告上我跳當強啊，第三而做因為佢從細好高，佢乜嘢都做嗰件咩想要產線啊？佢本來佢做個副主席嘛，要本來叫一些小民代表嘅副主席，副主席變到一些演員咧，都嚟變調去做權益，迄唔是叫做行政之路嘅。係哦，迄不能叫朋友也冇做，迄假當時嘅冇變調做權益啊，佢可能叫做行政之路。所以因為佢調皮呢。哦，佢練法，佢圖書館佢特別講，特別叫得安尼人講安尼，先練啊，練得要好講，練得要安尼，見做見練啊，佢細細都調皮，所以佢身體會一直維持安好，叫運動，嗰個因為講工作，佢產品佢要求佢好勝心當條，叫護士講啊，講唉。也幾老啊，他把田煮啥，冇法一刀就煮好嗬，他把它煮5、6道當會煮到嗬，所以等於他第一片人啊，作為20頭來，我護士叫我哋煮咩，俺唔得我本村咪先生煮咩嗬，我本來書喺按嚟寫嗬，就講誒內面做咩嚟寫，硬用我唔好咯，既然你阿公開講，你又做得咯，我一煮都煮到嘅嗬，但係我書寫講一煮都煮到，但係佢為幫我而家，佢叫護士講嘢，但係唔可以人叫出去聲，我亦都煮到你唔好聲，如果人家我係當準咧啊，如果你阿個人有印象，書底都有提到講佢。好勝心係一回事啦，然後佢就講自我要求嚇，嗰個佢9歲係去參加演習講頭幾年啊，演習家佢講，佢家去太前語言嗬，佢講係點樣演習，佢講要3德高數講完嘅嗬，他家20全部要紅腰嘅嗬，佢講係要求佢點樣點樣去查，佢從4點鐘冇要紅腰，結果件事情啊傳到馬了。全國醫師公會理事長嘅蘇清產哈，佢發表言，當哇佢有90人生意嗬，按3萬嗬，當頒獎文藝，所以嗰句嗬，佢講學到了學到了，佢真係一定要保證嘅。台灣好像有提到講，佢請醫生實考過嗰種飛行兵嘅學校，查起來注意做那個神風特工隊，因為佢強起安尼前後佢確實就有按用。戰士嘛，或者說第二個請醫生，一個請醫生佢大難不死啊！佢多敗了哦。真係咯，還有冇其他嘅神奇嘅故事嗎？聽人講，總部太低同㗎，總部太低，1935年㗎，家己當小學嘅嘛畢業，基本應看，架露台兩歲露台壓死，架天然露台呢，不過看得搭，他個因為你就冇機會嗬。都撞動豬蛋醫嘅哦，躺到腳上啊！假如睇不但冇用啊，係一般懵你嘛。哦，你生意呢？技術衰退。你講你未必講太低能夠比分多10分，係不按照想啊嘛嗬。所以天一露台咩？係本是今年能過身啊，咩是90歲啊嗬。所以你太低同價佢冇咩多。佢冇多神風特工隊，嗰佢考到醫生家，佢都馬偕醫院蘇訓家嗬。佢家當時蘇訓家，佢是當然冇空閒咩？做戰爭咩？空閒他們嘅防空線唔，他們別人佢都新竹家嗬，稍微就會響，周桂天啊，車春梅嘅一個稍微響家嗬。叫愛邊腰口嘅防空洞。如果佢有規天成分後，mask到那邊，到那邊係。基本佢突然咁奇怪咧，基本佢都就會問一太平嘅防治所嗬，要查乜嘅資料。都家下就稍微響係咪？叫愛邊腰口來唔差係咪？佢都 QT 嘅副嘅防空號，佢哋講。一順後咪然後廖永琪以前做台中市做生意嘅，廖永琪嘅師傅被幫到，但是冇出上呢啲，結果呢，佢邊了口嘅意思3大全部死上去。就講佢本來分批應該一抗嘅幾咋？你看，基本佢就邊樣講，也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又呢，公幹上有隻太極14嘅，我都齊傳員，從下靠到執照，從下抗，唔係從下吃。
我特別防控演習家啊，佢講誒都報名啊，做嗱而家大部做運通嘅，做得慢咧，做有延伸太飯店嘛，以前人都台北神沙，因為嚇安全。但是你的運氣就冇咁樣，春梅先生呢，佢5月30日呢，就被派到公館做診療所主任。但係持傳員呢，佢都係嚟到總督府一定派練。結果5月30日，盟軍大空襲哦，喺台北咧1738，死得差唔多5000人。歷史上千三萬人，佢本人佢加嘅盟軍嘅炸彈嗬，總督府嘅防空洞，2批嘅通後炸得變得冇法透氣哦，死得700個，全部所以咁樣嘅人，結果買啲派佢咪空下嚟，嗰件中逢過200，如果當作發現，佢拉到你做醫生嗬，佢車期船嗬，日送佢到嘅一個通中可以到快，所以佢都過好幾次節啦，佢哋命啊當硬啦。係哦，頭下好像提到講，請醫生去，實際上對針刺也有一個興趣吼。唔過一故事講下，又會變挺長吼，可能嗱以後來一個專題來談下嘅苗栗一個地方上一個針刺嘅生態啦。有呀，今日節目吼非常感謝何香老大家分享呢一本書啦哈，名案都非常好，相依。好像你做了片段，老太太講，你這麼按呢個書名冇，一定係做呢個書名挺有意思。係都話我因為佢偏向嘅醫生嚇，個鄉民對佢有依賴，所以我因為講佢所負責嚇，偏向嘅生老病死。哇，好棒！人生千態世事就生老病死嘅，佢咩田接成過啊？個人不平係咩潛意啊？老嘅咩潛意啊？個做老家咩潛意啊？所以講，因為佢首富偏向嘅首富神，所以講他是鄉下的意思，又是鄉民對他有所依賴，所以我叫鄉依。我想吼，何先生呢一本書名吼，就點出了本書佢嘅寫作嘅精神吼。按精彩內容，係你放楊太家，去緊去呢一本書來看。今日非常感謝何先生老太家分享按精彩。也感謝觀眾嘅收看吼。有閒就我本書同埋多指教，謝謝。感謝觀眾朋友，下禮拜張哥來收看真相同埋嘅什麼太家。